係冇變嘅，不論個句子係頭先嗰種 subject verb 加 noun， 他是老師，他是學生，定係我哋唔配名詞，我哋配形容詞，嗰個 is 咧，或者係 is am are 啦 ，OK， 仍然係是咁解，得唔得？只不過係變咗他是後邊係跟一個形容詞啫，得唔得？他是聰明的 ，OK， 就係咁啦。再嗱呢個咧，揾翻個 subject 出嚟，拉去個答句嘅最前，然後先至揾翻個動詞 ，OK， 拉落嚟呢度得唔得？個動詞應該用藍色，我平時之前用藍色做動詞係咪？藍色 OK， 動詞拉落去呢度，所以你見唔見到係一個交叉嘅狀態嚟嘅，得唔得？個問題係 is Tim， 但係答案係 Tim is， 咁拉完 subject 同埋個 be 之後，我哋就可以答我哋要答嘅答案啦。答案就係一個學生咯 ，a student 咯。Tim is a student， 正確嘅用法得唔得？你睇到人哋錯咩，代表你能力高；你睇唔出人哋錯咩，代表你其實都一般般啫，得唔得？所以唔好睇少呢一啲嘅練習。